大家好啊，新年快樂！早幾日喉嚨唔舒服，錄唔到音，同唔到大家慶祝1月1號。依家向呢度同大家補祝返新年快樂，祝大家新年事事順意。大家係咪見到個畫面已經係第4彈呢？冇錯啦，我向佢首日出彈嗰陣時已經去活咗玩啦，收穫仲唔錯添。呢一次第4彈嘅實用性都好高，例如有迷你 Q、黑白馬同埋黑白遊雷姆，呢5隻都好值得收藏。事不宜遲，睇下今日第一隻得到嘅精靈會係咩啦？係第3彈嘅寵嚟玩馬。第一鋪小圖3隻5星，第一鋪左邊嘅禮物係第3彈嘅紅蓮海騎，第一場未有連機，小圖3隻5星。第二鋪出現咗啲空座，但係因為手機上嘅少少技術性問題，所以錄唔到佢出場嘅畫面。依家派咗遊雷姆、班基拉斯同埋無極泰拿呢3隻嚟對付佢。今次唔記得咗帶阿雷拉救尾，所以打佢唔死。好彩有虛弱狀態，俾我報到飛。第4彈第一戰嘅6星會唔會順順利利咁樣跌俾我呢？正啊，掟到高級球啊！準備1、2、3，捉，搞掂！估唔到第一隻就捉到人氣神獸裂空座，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啊！下一鋪禮物係4彈嘅單手龍，右邊機小圖3隻5星，同埋睇嚟都仲有唔少3彈喺入邊噃。下一鋪左邊機禮物滾滾蝙蝠，右邊機3彈巨炭山。
右邊小圖3隻5星，要睇下左邊機可唔可以救到我連機啦。左邊機都係小圖3隻5星，右邊機禮物木手工，Shelly 交換機會4換4，出現極巨黏尾龍，出去揀返其他精靈打下先。小圖3隻5星，左邊出現怪力嘅影，左邊機禮物爆炎龜獸，左邊機小圖出現第2隻6星裂空座，去山頂度揾下佢先。裂空座先攻機會好難拍啊，拍得好快都唔夠佢勁。雖然唔係我嘅攻擊回合，但係都俾大家睇下裂空座嘅攻擊動畫。龍屬性黑龍屬性，大半血俾人掃清咗嚕。出現交換機會，如果捉到6星，可以6換6啊！今次食粥食飯睇你㗎啦，揀到超級球都好好。準備1、2、3，捉。OK， 水晶燈火靈入手，交換機會會係得到啲咩呢？有機會換到嘅係雷吉扎拉哥，下一場禮物 Special 卡比獸。
出現啦！小圖出現綠星迷你 Q， 直接去水邊度揾佢啦！出現比卡超、提布利姆、boss 係迷你 Q 啊！揾到佢啦！右邊機直接休息，專心睇 Shelly 揾邊3隻嚟同佢打啦。揀咗水晶燈火靈、巨金怪同埋月神。Shelly 對啲稀有卡特別有緣分，上次電貓都係有2隻靠佢先出得到。大家打到迷你 Q 嘅時候就要小心啲佢招特性啦。佢有招叫畫皮，會令到對佢自己受到嘅傷害大幅下降。第2回合我揾水晶燈火靈2 set 技嚟打佢，就算迷你 Q 唔係主戰位，都可以打到佢1半傷害。最後一擊揾巨金怪打佢，戰鬥結束，唔知可唔可以1球入魂呢？加油啊，超級球！準備1、2、3，捉！搞掂，捉到迷你 Q 入手。估唔到今次咁快就可以捉到迷你 Q， 睇嚟呢一彈唔使苦戰太耐就可以儲得齊晒成套嚕。今集暫時去到尾聲先啦，大家鍾意嘅麻煩真係幫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等大家多啲人睇到呢個 channel 啦！想參加抽獎嘅寶友，請按照影片中指示操作，因為我之後用嘅 Apps 暫時只會抽選到公開咗嘅寶友。喂，抽埋獎先走啦！今次抽獎時間截止時間為1月19號夜晚11時59分。抽獎方法只需要訂閱本頻道，需要公開 Like 呢條片。留言天命最高鹽白油雷姆就可以參加抽獎㗎啦。由於早前喉嚨唔舒服，所以錄唔到片，依家一次過公佈返之前抽獎嘅結果。草爆金光2/4連機，鳳凰宿命，留言者 Jason U、呢2位中獎人士，請盡快向 Facebook 聯絡返我，我會盡快覆返你哋。